Hello， 大家好，阿 Ken 又嚟啦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嚟到灣仔1號。咁呢一個單位嘅話呢，係我覺得現階段除咗複式單位以外，亦都係成個十字門全海景，亦都係望到煙花嘅單位嘅唯一一個啦。嚴格嚟講，咁點解咁講呢？因為首先啦，真正真係唯一一個啊。成個中海環宇天下嘅200幾方係都睇唔到煙花海景嘅，咁而上一次同大家分享過嘅嗰個單位啦，就係22樓嘅189方都係睇唔到煙花海景嘅煙花景啦。OK， 咁點解咁講咧？出到嚟你要了解得到咧，因為隔離咧，大家記得到啦，旁邊個露台嗰個位就189，咁咁啱佢就冇辦法底下，就算22樓都好啦，佢係睇唔到澳門塔嘅煙花到底喺邊一度捐出嚟咧，佢就喺澳門塔，大家記到可能遠少少，同埋咧側跟咧有個橋墩，你因為鏡頭遠，我即係嗰個比例問題啫，但係其實你嚟到好清晰睇到個塔喺度嘅，嗰個位置就會放得到煙花出嚟㗎啦。咁所以依家可以好清晰話翻俾大家聽，唔計特色單位係啦，就算計埋特色單位1、2、3、4得4個單位係啦，平層正常大平層嘅話咧，204方呢個單位咧睇到煙花嘅話咧，得翻呢一間14樓02室 OK， 咁個價錢咧原價佢係其實以前呢啲單位咧去到12萬到咗緊啦，咁啊跟住之後調整個價錢嘅話咧係去到974萬，再一次依家咧有個優惠嘅情況底下咧就係去到857萬最後一間嘅啦，咁亦都之前同大家講過有間12樓啦，依家喺14樓，14樓有乜好處同12樓？12樓咧同14樓，你一去到後邊你就知，其實204方我覺得係最性價比高，亦都係最舒服嘅後邊。點解咁講？因為單邊後邊嘅話咧係唔會再有任何嘅側跟有嘢擋住咗你，咁啊出到嚟嘅話14樓係高過晒前面依家我哋園景裏邊嘅洋房。因為你高過去4層，就算前面得10層都好啦，你啱啱高過咗1層係冇乜意思嘅，咁所以個 view 好舒服地睇晒成個，穿過晒去睇晒保稅區啦，再加埋紅灣區啦，啲山景啦，黑白面將軍山全部睇晒，真真正正可以做到背山後邊咧有靠山，前面就望海景，成個金融島啦，澳門啦，澳門半島睇唔到係啦，都睇到叫做，因為係有一支澳門塔俾到大家，再加埋呢一個側跟嘅馬騮洲山。依家你望到嘅馬騮洲山咧，未係到時咁嘅樣㗎，其實佢會再整靚啲嘅，咁啊做公園又好，做山體又好，大家唔需要擔心珠海嘅一啲情況，因為佢係老實講綠化，我相信都係全國數一數二㗎啦。咁再加埋前面嗰個建築物嘅話咧，就係呢一個遊艇會嚟嘅。咁遊艇會嘅旁邊前面咧，個上到嚟之後，哇！前面搞咩啊？又起樓啊？冇錯，係起一個建築物，不過咧就唔係喺我哋呢一棟前面，就喺右手邊嘅嗰幅地係啦，大家會見到有少少水啦，因為地基就做咗啦。OK， 咁啊做咗地基未做排水嚟上翻上中意做排水噶嘛。咁啊咩嚟嘅咧？學校係啦，十字門中學。咁有幾高咧？其實好簡單嘅啫。呢一度嘅高度就同隔離旁邊呢一個遊艇會差唔多高嘅啫。係因為大家嗰個限高都係咁上下。咁而我哋前面呢塊咁嘅爛地係做咩啊？就係個學校嘅操場。OK， 咁做完之後咧就會靚仔好多。咁其實再早一格嘅話咧，前面我哋呢條路又未通車啦，係啦，即係整好晒嘅話，呢一度咧咁其實嘅交通網絡會再靚仔啲嘅。嗱，204方同對上嗰一集同大家分享嘅189方最大嘅一個分別咧，就係後邊嘅呢一個生活陽台嘅入邊嘅話咧，不過好抱歉，今日咧佢呢度就鎖咗，因為可能有啲工程定點啊，係啦，或者佢壞咗啦。咁裏邊有一個工人套房，咁而亦都係成個灣仔1號 Typical Floor 嚟到計嘅話咧，係得3隻積有工人套房嘅啫，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佢最大嘅一個分別啦。OK， 咁再嚟嘅話咧，首先啦，先從間屋嘅門口你入到嚟嘅一個情況去到感受啦，好唔好？咁呢一個感受就係首先好清晰地咧，呢一個 lift lobby 係比起上一次189方大好多嘅。咁而咧門後邊你呢一度再做一排嘅好大嘅鞋櫃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平時道門係閂咗㗎嘛。OK， 係啦，上咗一下由呢個位置一路打到去，唔好尾啦，因為呢度係消防嘅。OK， 咁啊唔可以去到因為佢要簽到嘅，有份簿
每個月要嚟 check， 咁啊預翻咁上下空間啦，呢度可能做張椅又好啊，或者做翻啲各方面，總之佢開到門就得啦，係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呢度可以鋪翻你嘅地氈啦。嚴格嚟講咧，就除咗你呢一層你自己業主以外嘅話咧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彎晒一號咧係碌你塊面嘅刷臉啊，係啦，咁你就基本上唔需要任何嘅咩鎖匙又好，由你大門開始一路連住你塊面，嘟一路擦緊你塊面，擦到屋企，係啦，呢一部華為嘅智能家居，呢一個華為嘅門鎖，全部都係交樓嘅標準，你依家見得到嘅全部所有都係交樓標準，入到嚟即基本上同189又好，249都好，係 exactly 基本上一樣嘅 OK。咁大家見到鞋櫃啦，佢做咗喺度㗎啦，呢一度咁啊上下都會有喺度。咁而側緊呢一度咧，好清晰地又會有個更加大嘅鞋帽間啊！呢一度老實講啊，大過我哋香港嘅一啲工人房嘅話，起碼可能去到 double 添。係點解咁講？一般嘅啫嘛。咁啊，我哋香港嘅工人一定要請啲特別矮啲嘅，冇辦法。係佢得5尺爭寸半嘅啫，係啦，就最多可以。咁而啦呢一度嘅來去水啦，同埋電掣位亦都做咗喺度。咁來去水電掣位做喺度，做嚟做乜鬼咧？就愛嚟咧。去到做你嘅掃地機械人嘅，咁而再入到嚟當然有個套房啦。呢一間套房嘅話咧，就會再比189當然會再大少少，係啦。啲電掣啊，其實咧大家 set up 翻嗰啲智能家居系統嘅話啦，咁就再加少少錢，因為華為淨係齋布線呢間屋咧都去到10幾20萬。咁其實佢俾到你嘅一啲硬件做咗啦，咁你即係要抵。做咗啦，咁你去再買翻啲再犀利啲嘅硬件嘅話咧，可能 detect 到你瞓着咗覺嘅話，冷氣就會自動咧去到調翻啲溫度啦，燈光會再黑晒啦。咁而去到入到嚟呢度洗手間嘅話咧，咁個空間其實都闊落㗎啦，咁個景觀亦都係望翻出面啦，海景嚟嘅 ，OK。咁啊，再伸延翻落嚟，當然係呢一個超級無敵，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個客飯廳。呢個 LDKG 一體化嘅設計真係不得了，好採光度非常之高，跟住令到成個廳咧大到不得了嘅。咁而啦，呢一隻積嘅最大好處嘅話咧，同上一次就係咩？梳化我擺呢一度嘅時候咧，坐呢個位我都可以睇得到煙花。但係如果去翻189反轉咗嘅話，咦，梳化係向呢邊嘅喎，咁你咪要調翻頭睇。當然啦，出面咁鬼大個露台，放得煙花嘅時候，梗係跳出嚟呢個大露台睇啦，跌埋嘢添。跟住咧就去翻呢個飯廳，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飯廳嘅空間再闊落咗。咁你將10人餐台啦，甚至乎依家啲冇規則嘅嗰啲嘅餐台嘅話咧，係一塊石材，跟住之後再做翻餐台嘅咧，都可以運用埋。咁啊，石材基本上佢都完全唔吝嗇啊，所有嘅 bay window 咧全部做晒，你睇下幾厚嘅一個雲石喺度。咁跟住望翻出去個 view 就係我話單邊嘅一個好處。佢裏邊嘅交樓標準啦，基本上3件套啦，係啦，即係就已經用咗呢一個 Gaggenau 嘅交樓標準係啦。咁而咧呢一個洗碗機嘅話咧，佢亦都係用到 Gaggenau 嘅。咁所以嚴格嚟講4件套。就唔係用 Bosch 㗎啦，呢一度係啦，咁大家可以不妨去查一查，係咪好似阿 Ken 咁講？吹水啦，幾萬蚊一部，當然啦，佢買一定唔使咁貴嘅，佢講緊買咁多部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其實呢一度都冇幾多部嘅啫。咁但係我哋自己單獨去買嘅時候咧，呢嚿嘢係超過5萬蚊嘅。係啦，咁跟住之後呢個爐頭咧係起碼超過10萬蚊嘅，跟住之後啦呢嚿嘢起碼3萬㗎啦，咁呢一嚿咧又係2-3萬，咁自己去銅鑼灣嗰個 showroom 度睇一睇，咁出面我出唔到去啦，咁而跟住再伸延翻入嚟嘅話咧就係3間房。咁每一間房都會比起咧呢一個189方再大啲嘅，咁歡迎去到睇翻之前啲視頻咧，其實我拍過好多次。呢一個單204方咧，我特別會落多啲嘴頭同大家講，因為佢真係靚啲嚇。阿 Ken 咧睇嘢比較上細化啲，每一個位置點樣單邊啲個景觀去到點，畢竟做咗20幾年，我大概知道左右係點樣，所以分享翻多啲俾到大家去到感受下。咁個空間咧係有再大啲嘅，係闊落啲嘅。如果同價錢唔好忘記啊，呢間14樓同隔離間22樓個價錢，呢一度只係貴咗講緊區嗰4-5萬蚊。OK， 咁入到嚟廁所位置又係闊落啦，係啦，好大嗰個空間啦，係咪？呢一度因為送㗎嘛，係咪？呢個位置哇幾大，
係嘛？做一個其實唔夠，我唔中意 shower，我中意一個浴缸喎。咁你睇下點樣砌出嚟，日式風呂又得，咩色都得啦，係咪？咁當然做翻個窗簾啦，啱唔啱？咁跟住入到嚟隔離仲有間房啦。嗱，細房咧好明顯嘅呢一間房，比起上一次即係189。如果你嚟到現場睇嘅時候，仲有2間嘅話咧，我必定會帶你2間比較。咁啊，所以唔使擔心，我相信你都會啦。如果運用咗個窗台嘅話，呢間房就不得了啦。咁而呢間房嘅話，由於再褪過咗、單邊咗，咁所以嘅話咧，望出去嘅話咧，同距離啲樓啊，嗰個樓間距相對地係會再遠啲啲嘅。咁最後啦，嚟到呢一個 corner 單邊窗，嗱，同189最大嘅分別就係咩咧？真真正正呢一度有翻灣晒個賣點係咩？佢個賣點就係轉角呢個270度嘅一個 corner 單邊窗嘛。咁如果你話去到189冇咗，係啦，呢一度又有翻話，其實呢一個景觀仲要唔係唔靚唔係差，全部單邊無敵，由成個橫琴嘅西部高新科技產業片區起好咗喺度，夜晚都幾靚嘅，有啲燈。橫琴大橋一路望翻去大橫琴山上面個纜車，跟住之後延伸翻嚟成個金融島，再睇埋煙花嘅話咧，老實講真真正最後一間啦。衣櫃佢亦都做咗喺度6門嘅衣櫃係膠標嚟嘅，唔夠位置再做多一個，或者向呢一度拉多少少做一個類似衣帽間咁嘅形式，咁就唔好話俾到嗰個洗手間好似直接對住間房間咁樣，又有啲優勝嘅床況。咁啊，伸延翻入嚟嘅話咧，呢個洗手間咧，嚴格嚟講同隻189唔係分別好大，但係佢真係大咗少少嘅，係啦。咁啊嗰個位置嘅話咧，擺紅酒嘅位置反而係少一啲啲，因為佢係長咗啲。但係咧就窄咗啲啲咁樣嘅，咁啊呢一度可能睇一睇你嗰個分數，你會擺喺邊邊啦。咁最後其實啦，畢竟呢一個灣仔1號最後噶啦。如果假設大家想買現樓，要去到全海景，再加埋一啲超大平層嘅話咧，呢一間我可以同大家分享為珠海依家唯一一間，亦都係最後一間，佢係講緊1000萬唔使800幾萬，因為點解同區裏邊旁邊嘅中海係賣緊1300幾萬起步，至到1500萬起步，係啦。咁當時嘅實用率係唔夠呢邊咁高，咁當時佢大概係因為畢竟時代產品唔一樣，會所亦都唔一樣，裏邊嘅一啲設施亦都唔一樣，交樓標準亦都唔一樣，因為佢嗰邊都仲係用緊西門子 ，OK， 咁亦都唔會有華為嘅智能家居。咁佢嗰邊咧係用緊百度嘅旗下嘅智能家居，咁各樣嘢，因為當初你唔好話佢差嘅，佢當年嘅時候未有呢一個咁高端嘅一個交樓標準，咁啊，所以變相嘅話咧，如果你話呢一個價錢可以 enjoy 呢一個咁璀璨嘅 view 嘅話咧，咁就真係唔錯啦。咁至於咧，其實其他單位咧都仲有喺度，如果有興趣，快啲聯絡阿 Ken，因為阿 Ken 今日拍緊呢個時間咧，呢啲未賣嘅啫。update 翻個時間係今日係1月嘅14號，係啦，嚟到呢一個16棟嘅14樓02室。咁又下一次又睇啲咩嘅話咧，我當然係想同大家睇啲特別啲嘅嘢，係啦，複式單位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